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我们同一时间在每个礼拜三的晚上，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邀请你在这时候能够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旁边没有电视节目的声音，让你在安静的里面，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期盼在每一次的聚集、每一次的分享跟领受里面，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更丰富的智慧，好不好？邀请你，我们一起同心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与耶稣同行，与耶稣同行。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能够，不管是每一天这条歌是台语的，每日对伊行，每位每一位每一个人都要跟着他走。那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照着我们的心意走，我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应当时时刻刻思考我们如何与耶稣同行的道路，而且是每一天，还有我们跟着我们旁边的朋友，是每一位都能够一起跟着他走，没有分彼此，每一个人都需要。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向。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与耶稣同行，跟耶稣同行。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慈悲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一颗愿意在你面前领受神话语的心智。主啊，我们非常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一个礼拜当中，我们有今天能够一起聚集在线上，一同来学习神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愿我们今天所看所领受的圣经节，让我们一同学习从你的话语来得着智慧的心，透过圣灵的引导，让我们的心中能够更有受教的心跟属灵的敏感度，让我们不只是听一个故事，更重要的是从我们生命当中看到我们自己生命是需要被调整改变的地方在哪里。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需要修剪的地方在哪里，好叫我们的生命真实的领受到有充足的意向来跟随主的脚步来走。谢谢主，恳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在我们生活当中活出神的样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首先，牧师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危机当中的和平使者。这个主题前，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过
叫做好心互雷金嘛，金，嘛有人讲好心互雷精啊，我是用金，我感觉较有文啊，好心互雷金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管在公司或者是在教会侍奉，很多时候当我们跟同事或同工一起来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那明明就好像快结束了，然后快完成了，可是我们会看见好像快开天窗了，危机就在前头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你会本着一个我们对对方的关心跟爱心，我们会想要赶快的怎么样？就算熬夜也想要一起赶快帮他完成。可是你心里想过，当你完成以后，却别人不见得认为你这样帮助他是好的，他反而也没有跟你说谢谢，而且你会觉得说，哇，你没嘛记这一句细多谢，说还好有你帮忙。可是结果呢，你会发现好像过了1-2天，还会发生，这个同事他还跑去跟那个老板上司去给他倒了，不然是去讲给别人听。我相信这个问题在教会也好，在外面工作也好，我们蛮常发生的。那在学生的关系里面也是这样。我最常遇到的就是以前，这明明同学请你请他帮忙，然后呢，这个你帮助他你感觉到很开心，可是你要他帮助你的时候他却怎么样？却都不理你。哇，你会发现说，为什么关系怎么会是这样？那也有人怎么样？我们借人家车子车子借给他回来以后，这个车子没有了，我们会想说，我车借你不然你嘛把油加一下，给加好满，不然安怎？无嘛讲说多谢，嘛无，结果车行回来人去跟你讲你的车敢若有小可问题敢若做了油冷气没盖凉我想问各位，当你把这样子好意带给人的时候，可是你得到结果却是这样的时候，你心里面一定很 OS 说，早就知影，我就不通安怎，不要借给他，不要帮助他，那请问上扫到风台尾。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都非常有爱心。可是当我们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带着过度的热情，反而有些时候带给人的是一种回馈都不是那么的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也是圣经里面的一个亚比该，他亲身面临的一个比朋友吵架严重还要几百倍的事情，甚至呢，他正处在一个可能即将会被400多个愤怒的士兵来毁灭家园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去灭火。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怎么做到的。我们看见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25章第1节到第17节。圣经里面他谈论到这段圣经节里面呢，故事的背景是以色列属灵的导师撒母耳，他刚刚去世，而大卫他顿时失去了依靠，所以在他心中非常悲伤的时候，就在这时候他需要一个人能够带给他一些他需要的帮助的时候，这个引爆点就是一个名叫拿巴的富户所以呢，他特别请这个拿巴能够提供一些资源来帮助到他。可是呢，拿巴他却怎么样？他却是用反向的，他却是因为完全不理会的方式。所以呢，大卫的团队当他在旷野的时候，当他需要能够曾经像一道墙保护拿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并没有得着帮助，而大卫只是客气的请求一些食物的补给，可是拿巴却用极为羞辱的言语来回绝大卫。不仅这样，还装作好像不认识大卫一样，
还污蔑大卫说这个背叛主人的逃奴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拿巴他即将面对的是什么？他即将面对的是灾难的临头。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悲剧的开始发生呢，危机的和平使者就出现了，也就是亚比该。所以我们看见从第1节到第17节，前半段讲到了有关撒母耳死后，而大卫到了旷野当中，他需要在他的在旷野当中知道这个拿巴是可以提供给他资源的，可是他却得着的回应却不如他所期待的时候，他就回想起曾经他如何帮助拿巴，可是拿巴却这样来回应他的时候，他是非常的生气。可是我们从14节的时候，拿巴的一个仆人，他去告诉拿巴的妻子亚比该，说大卫他从旷野派人要来向我们的主人拿巴请安，而主人拿巴却辱骂他们，而那些人对我们很好，那些人是指的是大卫，他们明明对我们很好啊，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欺负我们，我们跟他们一起在田野的时候从来没有失去过什么东西。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时候在17节，这个仆人他就告诉了这个拿巴的妻子亚比该，说：所以请你赶快想个法子，不然主人和他的全家，你们都恐怕会大难临头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圣经节里面可以看见，这个亚比该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洞察力，在接下来我们会从第12节里头，我们可以一起看得见他如何在危机当中，他开始在聆听这个危机所带来的伤害是什么。亚比该他选择相信仆人的警告，而不是活在丈夫的渔网里面，愚昧造假的话语里面，假象里面。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和平使者，我们要做一个这个帮助人关系重新和睦的人这个和平使者，我们需要有一个洞察力。你没有洞察力，你没有看到这个潜在的危机你只有那个热情想要去帮助人，我告诉你，你会越帮越忙，而且越帮忙的过程，人家还会说你给薄，人家还会认为你只是为了要赚功劳。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敏锐的观察力，洞察力是看见危机，但是你也能够理解人的心到底在干嘛，你还要知道人的这个背后所即将要面临的灾难跟未来是什么。所以我们要知道洞察力，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亚比该他开始从中已经有非常重要的智慧在提醒着他如何来做，如何来走。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第18节，我们从第1节到第17节可以看见亚比该他已经开始做了行动，他已经做了决定。为什么？因为从18节说亚比该连忙注意是连忙着急忙着赶快预备了这些东西这个驴驼还有什么驴驼上面200块饼2皮带酒5只宰好的羊37公升的烤麦100块的葡萄饼，还有200块的无花果，吩咐仆人说，你们先去，我随后就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一个有智慧的亚比该，他知道他必须要先亲自去指挥，亲自去处理。所以呢，他透过他亲自的行动，他不只是送礼物去道歉，而是将他的生命置于危险当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的生命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不是选择逃离我们不是选择不要面对我们需要做的是有智慧去看见问题在哪里，我们还需要有所行动。所以我们看见亚比该他看见问题，如果他没有行动，那么我相信结果一定是零可是亚比该的智慧，他现在果断的行动，我们知道他知道该怎么去做，而和平换来的却是他生命的祝福。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亚比该他付上财物的代价，他更冒上生命的危险。我要问各位，我们是否也愿意为了和睦的关系付出自己的时间、精力跟代价来帮助彼此？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的圣经节里面，第3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不是第3段，第3段圣经节18节到第22节，当亚比该他终于见到大卫以后，哇，这个故事好像到了高潮哈！他展现他最有核心的能力就是有智慧的话语的艺术。他一开口，他就展现了好像教科书一样的沟通他首先说什么？他极为谦卑的脸俯伏向大卫，什么？向他俯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亚比该从23节，他看见大卫是连忙着下驴俯伏下拜。这个动作是什么？这是动作是一个我们要去求和的人一定要有一颗谦卑的心不是说你可以怎么处理，不是的，是有一颗谦卑的心。他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我愿意承担一切的罪过，请听我说一下，请不要理会拿巴那个愚昧的恶徒。他的人就如他的名字一样这个拿巴原文的意思就是愚昧的，是个名副其实的蠢人。当时婢女没有见到你派来的使者，所以如果你有派来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意思了。他说：我主啊，大卫啊，既然耶和华阻止你亲手杀人报仇，意思就是大卫，你有你非常大的能力可以去打倒敌人可是耶和华他怎么样？上帝怎么样帮助你，阻止你亲手杀人报仇？而且不仅怎么样，让你不用去杀人还可以得到报酬我亚比该也要凭着这个永活的耶和华，怎么样和你的性命起誓，愿你的仇敌和伤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没有好下场。这讲好听话真的是很让人家感觉很舒服让人家的气会消了。他放低姿态，他说现在27节，请把婢女带来的礼物分给你的部下吧，请饶恕婢女的罪过。28节他说：我主啊，把这个罪归给我吧。哇，我觉得这个亚比该他先从自己身上，他还没有讲重点他说：耶和华必使你的子孙世代作王，因为你是在为耶和华而战，愿你的一生没有过错你就是被人追杀，也会在你的上帝耶和华的保护下安然无恙。你敌人的性命却要像石头一样被耶和华用投石器抛出去。如果你现在没有杀人报仇，伤害无辜，到了耶和华照样应许也会赐福给你。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没有来找我们，没有找我先生拿巴，没有来讨这个罪，讨这个关系的问题你没来找我麻烦我告诉你，上帝一样赐福你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从23节到31节，亚比该都一直在陈述着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他的话语里面把个人恩怨提升到上帝国度层级的这个什么话语的这个关系所以他不断的提醒大卫，耶和华阻止你免于去杀人上帝怎么样，还要为我的主大卫建立坚固的家你将来要做以色列的王他说：大卫啊，你看来你未来的样子，你是一个君王你的手下是要为你治理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件事情，我们让从一个心里面的一个疙瘩，一个不舒服，良心的不安，怎么样转化成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沟通跟祝福各位弟兄姐妹，亚比该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家产，他关心的是大卫的灵魂跟未来。各位弟兄姐妹，这太重要了。当我们试着想要去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大部分想的单纯都很片面，都比较单一，甚至都比较
没有对焦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大部分所在意的是我们眼前所看的。亚比该他不在乎的是自己的家产是否会被杀害，或者是否会被剥夺，不是，而是他所跟大卫的讲话里面都谈论到的是大卫的灵魂跟未来。这些话彻彻底底的打消了大卫的心中的怒火。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见亚比该他说话有没有智慧？非常有智慧。他用尊重人的角度，而且用认错的方法，还有高度的赞美大卫，然后用智慧的劝说，不用这么做，你也会蒙福。各位弟兄姐妹，神国度高度的肯定，是让人的生命回到他应有的价值面。所以冲突最好的解决的方法，不是在人的对错上去做打转，不是，是要邀请对方一起站在神的面前，去思考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要怎么样做才会荣耀上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侍奉神，我相信一定有人也会因为关系在侍奉当中有冲突的产生而离开我们，但是我们也应当要回到神的面前，要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更多智慧，好好专注在神所要完成怎么做的福音的工作，继续努力。好，不要一直停留在那边打转，怎么样再把人拉回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关心人，有人有受伤，我们就为他祷告，甚至试着主动性的去关心了解，把焦点对焦在还有很多需要得救的灵魂身上。各位弟兄姐妹，这世上有太多人需要得救的福音，这个得救的福音 maybe 就是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在危机危险的关系里面的人，他们需要帮助，需要有人来帮助他们，去理解他们所遇到的问题跟困难。就像大卫一样，就像生气一样，很多人就像现在就准备要去杀人，准备要去砍人，准备要去骂人。很多时候我们要试着想看看，我们有没有办法像亚比该的这番话，他讲话既柔软又有力量，既谦卑又有非常好的洞见。他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怎么样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探讨两个问题，分享两个问题。在重视和谐跟顺服权柄的教会文化里面，我们现在文化就是这样，教会文化是这样，我们讲究的是和谐，我们讲究的是顺服，顺服权柄。可是我们常常害怕，不敢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担心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会不会变成我们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可是呢，我们应该要学习像亚比该一样，他培养的不是为了挑战权威，而是为了保护群体。我们要想看看我们要怎么做。圣经里面箴言27章第6节，朋友家的伤害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他特别提醒我们，表达出一个真正的忠诚和虚假的友善之间有差别。真诚的朋友有时候会说出让人不舒服，甚至会刺伤我们的话，但是敌人很多时候讲的话，有些时候就是什么阿谀奉承。你好棒啊，你最近上帝真的是太爱你了。就是不是说上帝不爱人，是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去看到人的需要，我们重视的是当我们看到人的时候都是讲表面的话。求主怜悯我们。我建议各位，我们在关心人，当我们要去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提出问题背后的动机，我们一定要出于爱心。我们要第一个要懂得先知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要保护对方，还有造就教会，不是出于血气的，不是出于自己的骄傲，也不是出于我懂圣经在说什么。
而我们把这样的事情证明自己，讲出来的话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像亚比该一样，在半路上私下见到大卫，他不是等到他杀到门口来，杀到他家门口来才去行动。牧师鼓励各位，我们真的要赶紧行动。如果你跟你的家人或朋友有任何的冲突，没关系，我觉得好好去想一下我们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目标是为了要挽回那个关系，而不是什么指控就是因为他怎样我才这样，不是这样，这叫指控。所以我们应该要说当说的话，说完之后把那个结果完全交给神。对方听或不听，那是他跟神的关系。另外一个问题啦，我想从今天的圣经节，我们知道亚比该他在关键的时候，在当时候的父系社会，他没有遵循做这个丈夫，虽然这个应该要去询问，他应该要采取应该更正确的方式来得到大家的喜爱，但是他是没有让先生知道的。当他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还可以得到上帝的应许？那如果连他这样子做都可以得到上帝的应许，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我们不用顺服，我们不用顺服这个环境所带给我们的权威，限制。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探讨的。但是我觉得这让我想起《使徒行传》第5章29节，彼得和众使徒当他们遇到因为他们奉主的名在教训人，而在宗教政治权力的压迫下，他们坚定地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顺服的目的是为了要造就荣耀神，而不是为了要纵容罪恶。牧师要再次提醒各位，很多时候你可能在你的环境里面，你正在面对的是，到底你要不要顺服这样的环境所带给你的灾难。有些时候你会觉得，我顺服了，是不是我让这个罪恶而继续延续下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生命是为主所用的，我们就要知道顺服是为了要造就荣耀神的。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顺服人却不顺服神，那么我觉得在那过程当中反而会让我们受到更大的伤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所看见亚比该的行动，他不是要给我们一个随意顶撞教会权威，不是，他是在告诉我们，他有丰富的智慧，透过祷告，透过分辨，透过行动，为了要能够挽救关系上的和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不顺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忽略了上帝国度的重要，那么很多时候在那当中，其实我们的不顺服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学习，在我们生命当中当如何跟随主的脚步来走，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走在神的话语里面，得着神的赐福。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透过亚比该的故事，也让我们看见一个和平使者，他的生命所会带来的美好的那一面。虽然要建立这种美好的人际关系，我们需要很多的智慧，很多的技巧，但是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因为我们胆怯，我们不够勇敢去处理关系上的问题，而看见冲突，我们就会想要逃避。主啊，怜悯我们。我们承认，当我们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忽略去向神求取智慧。我们常常不够有智慧去处理事情，而让事情的本身的问题却造成更大的环境的伤害。主啊，求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使用我们的上帝所赏赐的智慧，使用我们与人的关系，
而让我们的关系能够在和睦当中来见证上帝的荣耀。主啊，愿你的话语能够让我们透过像亚比该的生命，让我们学习像亚比该刚强壮胆的智慧跟勇气。当我们看见家庭出现裂痕，同事之间出现误会，弟兄姐妹之间出现争论，主啊，求你给我们敏锐的洞察力、勇敢的行动力，还有充满智慧、温柔的言语，来互相应答、互相交通，建立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主啊，我们相信，愿我们在你面前真真实实的成为和平的使者。我愿真做上帝你所欢喜，我愿伫所分裂的所在，会当愿意为着人来带来合一的关系甲行动。主啊，我嘛伫互相彼此关系伫破裂的中间，我会晓学习去分享主你的疼，有智慧来排解这行动力。愿上帝你将这款的能力赏赐给我，我相信我的能力要伫人绝望的时，重新为因带来希望。愿我的教会会当充满那亲像亚比该这款的生命的人，充满智慧甲勇气来做和平的使者，维持彼此扶持，互相谅解，互相吞忍，三甲三听的教会。愿伫你面前献上我的祈祷，将一切荣光归乎上帝。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愿上帝赐福大家，在每周三的晚上，我们同一时间，我们一起同心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的智慧。愿你平安。